人生起起落落，也不要有什么关系。所以有时候人生说短不短，说长不长，所以也不用太沮丧，认真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过每一天。那如果实在是很困难，我们要装着快乐的过每一天。大美那个是高雄市民的选择啊，高雄对这样表示尊重。不过那个徐议长那个自杀的案子，我是觉得这还是不好的。这个怎么？我是不想，当然是我们听众们不想要。我每次都遇到这种事情，不要急着下结论，应该是等检方有比较清楚的一个直接报告，我们再处理。这个时候不要去做太多的这种猜测啊，更不要去鼓动。但那个，我说有些人在脸书上那个写，那个对台湾社会的和谐没有帮忙，那是绝对是不对的。那他这一次离开办公室之后，你有打算跟他联络，然后去云林呢，再跟韩市长再碰面，再叙个旧，来了解一下他的谈心？你目前有这个计划？不用刻意的，但是我觉得曾经是朋友，也不用去否认的，对不对？以前。好，如果见到他，假设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？跟韩国瑜碰面，你的第一句话会跟他说的是什么？就是人生起起落落，也不要有什么关系。所以有时候人生说短不短，说长不长，所以也不用太沮丧，认真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过每一天。那如果实在是很困难，我们要装着快乐的过每一天。好，用这种哲学。所以这个劝一下韩市长，就快乐，开心心，快乐过每一天，不要把这放在太心上。对啊。所以那柯市长，您对于接下来这个所有罢免，包括民众党的下一步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罢免完之后，民众党的下一步，对于高雄的下一步。我刚才在洪正在说，有没有可能进去？他户籍下去了吗？洪副的户籍在下面吗？在高雄吗？他的户籍在高雄。那你既然是现在的副市长，你有没有可能离开台北市去高雄参选补选的市长？目前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，确定不会还是还在考虑中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所以异口同声，绝对不会。应该是。所以我们可以预期，你还会留在台北市，陪着柯市长跟团队一起打拼，到任期结束。对，如果单元一直支持我，我一定会留下来。那你要明确表态，我们